讲到今仔日呢是立法院本会期最后一天，议会处理着关税轮性防灾补助和追加预算三大案件，其中通过灾后复原重建特别预算600亿，一角拢无减。也若破发迄金1万块的轮性条例，也是三读通过，来并10月特别来开始发落。也若讲到这总预算本底是扣5900亿，其中台电200亿的强化电力系统，在要动也是有纪律就甲动落来，最后这总预算是5700亿。重建特别预算案照审查报告修正通过。立法院这礼拜加速审查预算三大案，立法院院长韩国瑜主持的其中南南市洪台灾后重建特别预算条约达成共识，拢无删除。另外有关普发现金的轮性条例修正案也三读通过。不过内底原本编列台电强化电力系统的200亿，在野党并不同意，总预算改编的正税5700亿。稳定的电力供电，这个是为了产业，但是在野党往往是看到台电就开枪。台电早在民国111年开始就有10年的电网韧性的强化计划，现在每年台电有超过1000亿的工程要做，足以支应。三读了后，朝野共同表示，等9月立法院审查轮性特别预算，会以10个发放现金来努力。国人所需要的法案都能够通过，我们表示感谢。那这样的一个两院互动的模式，我认为是启动未来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立法院伫会期最后一天完成灾后特别预算轮性特别条例加总预算对加案的三读，行政院长杜英台也伫暗头亲身到立法院致意。记者综合报道。